到早，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亚准。新头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换掉因的国土安全部长罗姆，改由参议员穆林来接任。这个罗姆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位落台的内阁部长，主要就是因为这移民执法的手段引起抗议甲批评，唔只入关。 虽然副总统 Trump 宣布要甲换掉，不过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伫田纳西一场演说当中却完全无讲，伊会改去做美洲极端的特使。Trump 表示这是一项针对西半球的新安全倡议。虽然 Trump 声明当中对诺姆过去的表现是真肯定，也毋过诺姆任内主导的包括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的执法手段，比如明尼阿波利斯2个抗议者互执法人员甲枪杀，也有对国会协会经费使用方式，拢引起真大的批评，尤其伊初三伫听证会表现，互 Trump 做出决定。How did you think that calling them domestic terrorists at that scene was somehow going to calm the situation? You know, Senator, we are working in those situations where there's a tragic loss of life an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our agents are involved in, that we continue to deliver information. Is it so hard to say you were wrong? 另外，诺姆决定要拨2.2亿的美金来拍广告宣传。这个广告是以诺姆做主角，伫个人讲这是总统山的拉什摩尔山头前骑马，而且讲这个计划有总统批准，也互 Trump 感觉真无欢喜。后来受访的时阵表示，伊完全拢唔知影 ，Trump 会提名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穆林来接任国土安全部长。 You talked to Secretary Noem yet? Did you? I haven't. I'm actually. Neither one of us had time to talk, so I'm going to go give her a call in just a second. 虽然今年54岁诺姆支持 Trump 的态度是真明显，不过 Trump 在移民政策的支持度已经降低，而且白宫副幕僚长米勒才是主导移民政策的人。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 美国咧和以色列对伊朗来发动攻势，和中东的局势即马是变甲真紧张。而且即马佫传出讲，亲近美国的伊拉克库迪族的武装部队当要经过边境，准备对伊朗来发动地面攻击。不过美国白宫是否认这款的讲法。另外，要打击真主党，这以色列的军队也已经去到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小镇，而且呼吁附近的居民赶紧往北来撤离。 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冲突的强度继续升悬。据美国甲以色列媒体报道，数千名亲美国的伊拉克库德族武装部队当提由美国提供的小型武器，要为伊拉克划过边境，准备参与对伊朗的地面攻击。美国甲以色列想要搁另外开一条战线，用来分散伊朗安全部队的军力。根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境内的库德族早就想要杀到即马的政权，所以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甲伊朗参伊拉克库德族领袖通话，寻求军事支持，支持伊朗西部的边境扫索、行政建筑甲通信塔台，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无法度判断是美国以色列也是双方共同发动的方式。不过，川普连拍库德族的消息，煞遭到白宫发言人刘维德否认。刘维德讲，目前川普当咧积极思考的是，这场冲突结束了后，美国伫伊朗所扮演的角色。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the president's current thinking about ground troops and whether they could be used if they were to be sent into Iran? What would they be used for? What's the situation of that? Well, they're not part of the plan for this operation at this time, but I certainly will never take away military options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Commander-in-Chief. 另外，黎巴嫩也放假伫这场战争中，根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为了打击黎巴嫩的伊斯兰军事组织真主党，军队已经到离两国边境大约6公里远的黎巴嫩南部基安镇。以色列唔但采取地面攻击，也伫空中袭击，佮呼吁黎巴嫩附近的居民随往北方撤离。伫一连串的空袭中，以色列击到黎巴嫩郊外一间饭店，真主党也表明因已经发射飞弹反击。 نحن معنيون أن نواصل الدفاع ونسقط أهداف هذا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أمريكي وأن نثبت على موقفنا الرافض لمشاريع العدو. 这几个月来，黎巴嫩的政府军伫美国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当地黎巴嫩南部也都是真主党的地盘部署兵力。虽然目前也无清楚黎巴嫩的政府军敢是有能力来对抗真主党，不过以色列甲真主党的冲突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也有数万人有路无厝无依无法。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
因为美国海军的畅水艦伫咧斯里蘭卡外海，甲一隻伊朗的軍艦拍互沉去，攏總有發現87個人的遺體，救到32個人，抑閣有幾10個人失聯。這是二戰以來正罕見有暢水艦甲軍艦拍甲沉去的案件。這也代表美軍對伊朗的攻擊已經無限定伫咧波斯灣或者是中東的陸地，已經變作是跨區域的軍事行動。根據美國國防部公布影片顯示，一隻軍艦佇靠美國佔艦發射魚雷擊到了爆炸，真大衝擊力蹦出水面。影片倒邊會當看到部分軍員走去船頭。美國國防部長車時證實，美國海軍佇斯里蘭卡外海擊到伊朗新型巡航艦德納號。消息指出，船頂有載180人，目前也有幾60人失聯。An American submarine sunk an Iranian warship that thought it was saf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stead, it was sunk by a torpedo. Quiet death. The first sinking of an enemy ship by a torpedo since World War II. 法國法蘭西24電視台指出，赫格塞斯所講的唔對，英國已經有其他軍艦靠魚雷拍沉的記錄，像講福克蘭戰爭期間，互英國拍沉的阿根廷軍艦。斯里蘭卡海岸警衛隊在接到求救信號了後，趕到現場，當時已經無看船隻，救援人員隨甲受傷的人員送醫，嘛甲其他遺體運回陸地。When we were carrying out search and rescue work, we were able to save a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in the sea. By talking to them,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y were from an Iranian ship and needed urgent medical attention. 德納號在2015年頭一屆落水，有侵海巡邏能力，配備大型火炮、地對空飛彈、反艦飛彈甲魚雷，可以當載一台直升機。伊佇初時拄結束由印度佇孟加拉灣組織的海上演習。在國際水域演習準備飛行的時陣，向去互美軍攻擊。這顯示美國甲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已經下出波斯灣也是中東地區。在以色列戰方的部分，以色列時報初時報道，一台以色列空軍 F-35 戰機在伊朗德黑蘭天頂，加一台羅西亞製的伊朗亞克130型戰機甲拍落來。報道指出，這是 F-35 戰機頭一屆甲有人駕駛的飛機拍落來，也是以色列空軍40年來頭一屆甲有人駕駛的飛機進行空對空的戰鬥。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過來看美國的參議院是針對着要限制總統戰爭的權力這個決議案來進行表決。落尾是共和黨靠人數優勢，把這案動落來，讓美國總統川普唔免經過國會授權，就會當繼續來主導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不過，這戰火是已經影響到周邊真濟國家，包含土耳其、卡達，攏來表示不滿甲譴責。美國參議院在美東時間初時針對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法案有真激烈的辯論。民主黨領袖蘇密批評美國總統川普當將美國塞入一場美國人無想要來嘛無法度解決的戰爭。不過共和黨參議員反擊，這是憲法賦予總統保護國家的責任。落尾手投票結果，共和黨參議員簡單一個投贊成，其他攏反對，53對47票法案予否決，確保川普在暑期憤怒行動中指揮的空間。Why is he plunging America head first into a war that Americans do not want and which he cannot even explain? Enough is enough.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a say. This has happened 45 in the last 47 presidencies.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2, clearly gives the president not only the right, but indeed the duty, as does his oath, to protect the United States. 外交方面，土耳其宣布，防空系統在當地中海上空攔截一粒由伊朗發射，意圖進入透過領空的彈道飛彈。飛彈碎片落入去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哈泰伊省，雖然無造成人員傷亡，不過土耳其是非常不滿。隨調見伊朗大使，總統艾尼德安在甲軍方食飯時發表嚴正聲明，強調會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捍衛領空。Bu sabahki olayda olduğu gibi NATO müttefiklerimizle yakın istişare içinde her türlü önlemi alıyoruz ve anında gerekli müdahalede bulunuyoruz. 中東國家對伊朗的報復行動已經漸漸失去耐性。卡達總理阿列薩尼甲伊朗外長通話時，批評德黑蘭企圖將鄰國加入去戰爭，強烈要求停止攻擊美軍基地附近的區域。國防部長赫吉塞斯預告，美伊兩軍會在未來幾天內完全掌握伊朗領空。公司新聞鄭偉仁編譯。
咱来关心国内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佮有恒春半岛地区会较高落雨。伫咧中南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7-8号。咱来看温度。气象署表示，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的地区就要注意较高的落大雨。今仔日北台湾的温度是比昨搁较降低5-6度，中南部早暗的温差嘛有较大。到拜六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气温会较暖和，天气会暖和。不过后礼拜一、拜二又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搁要变天反寒，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而这昨伫咧宜兰落大雨是落甲真惊人，那造成宜兰市区路里隆中严重淹水，就连车头的大厅嘛拢咧漏水。因为公路局昨暗时紧急来预防性封锁苏花路龙部分的路段，目前是已经恢复通车，不过提醒民众若是要去山区，也是要特别细腻。这雨未输是用到的，宜兰地区拜四暗时落大水雨，短时间内互排水系统下袂利，市区真侪车路拢有严重的积水，上深是来到骹目。毋但是宜兰市区，就连罗东、苏澳嘛同款落大水雨。毋但是路面开始积水，公车驶入站的时阵，地面的积水阁亲像河同款。毋但是街仔路，宜兰火车头大厅的天棚嘛，因为挡袂牢，开始漏水。工作人员赶紧搬水桶来接水，而且救封锁线，避免旅客因为积水出倒。初五下晡5点外开始，永乐站甲苏澳新站之间，原来当单线双向通车，部分车帮也有慢分。受到华南喷河区刷向东的影响，宜兰苏澳地区初五尾暗仔开始落雨，地势较低所在传出积水的灾情。气象署表示，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水汽集中伫咧浙方面的地区。因为明安市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主要雨区是以迎风面整个北部、东半部到恒春半岛为主。那特别留意是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雨势较持续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大水雨同款冲击山区的交通，因为苏花路龙雨量有达到封路的标准，能见度也真低。公路局初五暗赶紧实施有警性封路，台九线好林到中德路段禁止车辆入去，避免意外。159.4K 大清水明磅坑有石头绑落，虽然后来雨势有较缓和，饭店已经恢复通车，也毋过山区土质和雨水浸甲软软，民众经过的时阵也是爱真细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会昨通过楼厝延寿计划，5月开始受理，只要厝里有65岁以上，也是弱势族群，补助维修1户上济30万；因若装供电棒的，上济嘛补助加30万。再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预告要修法，亲像弄红灯、经过病院、学校无放慢车速等11项违规。一般的驾驶若犯3改，驶营业大车犯2改，就要强制上3点钟的工时。落尾是《联合报》，中国昨召开人大会议，总理李强公布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成长的目标，设定伫咧4.5%至5%，这是35年来上低的数字。好，咱再来看到，昨这中国人大会议是公布中国2026年国防预算有来到1.9兆人民票，大约是8.77兆的台票，比咱台湾加9倍。或者分析讲，这中共有可能是要来投入研发第6代的战机、甲新的无人机，还有航空母舰的后勤维修，甚至是无排除要过来举办军事演练，互咱的局势是愈紧张。共军出动人员警戒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道路封锁，周边安排警力做交通管制。中国人大会议初五举行，北京为安全急升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做工作报告，讲到中国面临外部冲击挑战，甲国内两难复杂严重局势，要实现建国100年建设强军的目标奋斗。嘛，公布中国2026年国防预算是1兆9095.61亿人民票，换算差不多8.77兆新台票。这是中国连续11年国防预算个位数成长，为2015年4.07兆一直增加，去年突破8兆，今年8.77兆，比咱国国防预算9495亿差9倍。他不会去
低于过去对我们的骚扰频率，所以是不是他过去的一些不管是远航啊，还是说他上下半年可能都会有一次的一个大型军演，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些都会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6代战机现在有3、4种正在测试中，那这些到底是在科研经费里面还是在国防经费，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另外有好几种这个无人机在服役，那5代战机的部分呢，歼35，这海军跟空军都在服役，那这个当然也都是它的这个预算增加可能的这个来源之一。习近平2015年开始推测中共军改，林英又讲中国军费持续提升，今年是观察指标。苏亚红分析，预算可能用伫研发第6代战机，也甲指引中共航南福建号后勤的维保，不排除强军增加战演训的次数。若是台海部分，李强讲坚持9·2共识，坚决打击台独，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针对中国人大会议要审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依法追究破坏民主团结的行为，可能当作加强中国公民归属感、认同感。外界关心敢会影响台湾。在这个法律的涵盖之下，任何行为都有可能被解释成违法。那所以附录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林文杰讲，这个草案宣示性的意义较大，不过会密切注意立法的内容，提出相关的因应。记者采访报道。因若讲到咱行政院提出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去互在野来阻挡。即摆国民党是提出因家己的版本，就是3800亿加恩，内面是无写到处罚的机制。党中央也表示讲，得爱符合台海作战的需求，完成建案的天数甲美国同意袂互咱等等3大要件才会使。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条国防特别条例，有计伫初6的立法院会，甲南北党团版本同齐复位，也毋过国民党内刷出现意见无共，为刘伟七卡新的8800亿，甲党中央的3500亿加恩，前主席朱立伦主电本等出的9000亿3种版本，党中央初5首先召开记者会说明立场。我们反对的是缺乏保障而且有争议的商业采购的部分，譬如说拉法叶案，譬如说达正案，它可能都是一些佣金的问题、人头公司的问题。南亚党中央提出军购3条件，包括达航军购武器设备，爱依据国防部10年兵力规划案，甲5年兵力整建案的台海作战需求，搁爱根据建案定数，相关预算甲计算才会当启动。同时，达航武器采购也爱有美国政府的法计师确定是美国同意的项目，规格付款条件等，立以党团上尾确定3800亿加安的版本，其中无电话机制。我们希望以分阶段、具体明确的方式来推进军购，而不是一次性的授权一张没有金额上限、没有内容明细的空白支票。我自己本人也跟徐巧芯委员至少沟通过2次，党内的沟通协调一直都非常的顺畅、顺利的在进行。南亚呼吁国内主席爱回归年度预算，民进党这期干那总预算拢还未排入审议，佮较莫讲爱回应美国期待，亲像煞无看到国民党反对的内容甲项目。精准火炮的一个建制采购，国民党认为不重要吗？远程精准飞弹的一个采购，难道他们认为这个不需要吗？如果政府今天要盖一个120坪的房子，你说你先盖30坪，以后再来加 N 慢慢盖。那我地基怎么打？所以1.25兆的特别预算跟条例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容许打折。民进党团指出，这摆国防特别条例的核心目的，都是因应中共对台封锁甲威胁。条文若要讨论，也会当真经完成，阁会当透过协商处理。呼吁在野党唔通拖害国家战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对顶关税去互法院裁定违法，即卖美国总统川普改造要甲全世界扣15%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就表示讲，按算对这礼拜就会开始实施。因若针对美国的纽约联邦法官是裁定讲，爱来替海进行收到的对顶关税，专家是估计讲应该会达到美金1750亿这尔济。因若台美的对顶贸易协定 ART 到底敢会受到新的关税影响？咱的经济部长金明显是表示讲，得依照新的公告为主，所以政府也会尽力来协助产业。
美国总统川普对顶关税，和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川普又宣布解扣全球15%的关税。财政部长贝森特讲，一定这礼拜就会实施，会伫5个月内照进前的关税税率。对后续纽约联邦法官裁定，美国政府对企业进前所缴纳的关税爱退税。有无的专家讲，退税金额恐惊有1750亿美金。The refund is important. But it's more important if it's done sooner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tabilize pricing in the market. 美国部分企业讲，真侪进口公司囤真侪库存，若是退税一旦赶紧入效，就会当调整成本，降低市场的价格。不过新关税特别实施，咱国甲美国刚好会签订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 关税15%未搁他甲22条款所争取到的最惠国待遇，敢会面临政策无确定性。经济部长景明欣表示，虽然贝森特讲，这礼拜会实施15%的关税，不过也是以公告为主，会尽力协助产业。因为去年厂商已经度过了那个20%的挑战了，我相信这个15%还是可以度过了，但是我们会尽量帮他们。主要是不要再另外再很大的一个变动哦，大家同样的一个起跑点是还好。那是2月13日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签订，外界关心敢爱伫30天内送国会审议。行政院讲，30天的期限是指主管机关报告行政院的时间。谈判团队已经甲美方得到联络甲沟通，确保台湾最佳利益。后续会等美方通知，会搁甲影响的评估送国会。记者采访报道。各位关心中东爆发战争，昨下晡有第2批252个台湾人顺利坐回轮机回来，不过也是有200多人因为无机房，还阁留伫咧中东国家。咱的外交部表示讲，驻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处已经有联络到26个留伫咧卡达要离开的台湾人。头一批10个人是已经去到沙特阿拉伯，咱的驻外管处会阁协助因坐车去到别国来坐回轮机回来。欢喜提安保去上坐5下晝4點外，252名咱國民眾順利為杜拜機場登來台灣，尤其迄當時中東戰事爆發，有我心驚驚。一直蹦蹦蹦的啊，還是很緊張啊。慢慢的就沒有聲音了，就沒有那麼害怕。那現在終於回到台灣了。對啊，好開心哦。都發生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什麼心情在玩，就是可能都待在飯店這樣子，因為一直聽到聲音。受衝突影響的中東地區真濟國徛佇安全考量宣布關閉領空，造成大量航班取消，也是解導真濟台灣人不得不滯留當地。也有人佇車山為大個飯店清楚記錄到伊朗無人機擊到杜拜的美國領事館。我們剛好是對面的飯店，很可怕啊！可是我們就是看到有點像流星啊。整個中東的情勢不斷的在改變發展。那麼我們也隨之調整我們的這個工作，了解一下當他們的整個的狀況怎麼樣，所以在強化我們對這個駐館的溝通。外交部目前就海灣6個地區紅色警戒，其他部分地區是紅色警戒，也佇網站設置中東服務專區。透過圖卡顯示，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甲阿曼的商業航班目前會當運行，呼籲民眾趕緊離境。阿拉伯聯合大公告是維持有限度航班，主管會當協助經過陸路轉去其他國家坐飛機。空調關閉的卡達巴林，可為着定紅色區域。未離境的民眾趕緊甲住處登記聯繫。那後續他們也會提供陸路的方式來協助國人來持續的離開。那巴林可能也有這樣的需求，我們都會持續滾動式來調整，來提供最好的這個照護的服務。到7個國關處統計地球滯留中東的民眾情況，包括以色列、杜拜、卡達、約旦、巴林、阿曼滯留台灣人有244人。正經傳出有受困卡達的民眾指控，聯合外交部尋求協助無結果。外交部回應，咱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已經聯繫到22名滯留卡達，各有意願離境的民眾頭一批，3名民眾已經佇7個透早去到沙國首都利雅得。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小聯社對這委內瑞拉甲伊朗出手了後，外界就咧分析講，後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北韓，而且這委內瑞拉甲伊朗的遭遇一定會讓這北韓更較加強來發展核子武器甲飛彈。不過北韓反正嘛是會保留甲美國談判空間。北韓官方媒體公布的畫面顯示，講編號51號的崔hen號驅逐艦在南部外海的黃海海峽對對敵發射系統連續發射3粒的巡弋飛彈。在出海試射進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嘛定南來巡視。
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持续空袭伊朗，当创革命卫队的战力，而且崩死伊朗高层的官员了后，北韩就认为讲有可能是美国后一个要动手的目标。但是北韩在3月初虽然说发表声明，和中国和西亚等国做伙谴责美国和以色列，但是嘛强调讲，若是美国愿意承认北韩核武国家的地位，而且在无设前提之下，和平壤来对话，北韩嘛无理由和美国继续敌对。 언제 북한에도 화살이 올 줄 모른다는 이런 공포심 그런 측면에서 트럼프 대통령과의 개인적인 친분 연장선상에서 미국의 대북 입장을 탐색하고 또 그리고 북한의 핵 능력 고도화의 시간 벌기 이런 것을 모든 것을 감안했을 경우에 나름대로 대화의 기회 요인도 있을 수 있지 않을까. 总部设伫美国德州的欧亚评论，伫上新的评论文章内面讲，以北韩的观点来看，伊拢互美以联手攻击，再来教训就是北韩加起来几十年的拍拼，伫敌对国家的耐性用了进前，都有会当部署的核武，才会当拍赢袂拍输。文章阁讲，北韩一方面谴责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来批评川普，保留和美国对话的空间，若是会当得到承认核武国家的地位，确保政权会当遵守，甚至真侪年的制裁会当消透。北韩会认为讲外交途径嘛是有作用的，要全面用武力来避免。 자, 기본적으로는요. 북한은 미국에게 원하는 것은 단 하나뿐입니다. 우리를 핵 국가로 인정을 하고 만약에 협상과 대화를 하더라도 핵 국가들 간의 핵 군축으로 접근을 하는 거지. 무슨 비핵화 이런 건 말도 되지도 않는다는 거예요. 그리고 이미 그런 큰 그림 하에서 한국은 진작에 제쳐놨어요. 另外一方面，美韩两国当年例行的自由之盾演习，暗算在3月初9到19登场。2026年的实地演训科目仅22项，阁无到前一年度的一半。2025年的自由之盾演习，韩国的总统阁是温室的演训的科目有51项，这么多。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 日本宣布讲，已经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甲卡达6个国家提升到第3级唔通去的警示，而且也要安排侨胞坐包机转去日本。北海道的上富中野角发生崩尸，造成一个来自台湾的查甫人受困，分别去互送去病院治疗，目前是已经无生命危险。 在去个参议院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有意义来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会当提升全球的利益。而且也指出，联合国第278号的决议并无讲到台湾的政治地位是唔通乌白来硬拗。 镜头转来看宜兰昨暗是发生正严重的车祸，有一台白色的轿车是高速去撞到头前的车了后失控冲去到对向的车道，而且还佫沿路弄真侪台汽车、奥多摆，落尾是去弄到人家厝的条啊，才停落来，拢总造成4个人重伤，其中有一个受害驾驶是不治死亡。因为这个失控轿车的驾驶确定是假毒赛车。 透过路口监视器，会当看到后壁白色的轿车弄到头前银色的轿车，两台车当场失控，直接冲过路口，互人弄的银色轿车一路冲向前，又搁弄到头前停红灯的车辆。真的是一瞬间，因为我在停红灯，我就想说后面怎么那个声音忽然很大，就是我没听过的声音，忽然就这样巨响。 结果那个车就用飞的飞过来，我也来不及闪。咱那白色的轿车是弄去对向的车道，搁弄到徛街的条啊。迄台刚弄到，迄台飞去。哦，弄到伊，这个飞下去啊，那个对啊。啊，飞去台他后拢无啊代志，三走台车后边无代志。后边无代志啊，那个对啊。这台是为对上安弄过来哦。效果系安尼，啊，甲迄弄到尾住。弄到这个尾住，伊挤到头前对。讲好是 OK。欧卡女驾驶的车辆。 整个屁股都不见了，撞击力道非常的大，整个5门轿车变成2门而已。这站严重的车祸发生在初5暗时9点多，宜兰市中山路3段白色的轿车去弄银色的轿车，又搁影响到等红灯，也搁有路边停的，拢总有6台，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银色轿车查某驾驶重伤不治。警方调查了后，确定是假毒赛车。警消后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 并对相关驾驶实施吐气酒测，均无酒精反应，为白色自小客车驾驶者，经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后呈阳性反应，并于该车内查获依托米脂。
警方表示，专案会照公共危险罪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咧新竹市是，互人发现讲有一个查某高中生去互绑伫咧路边的电火条啊。这警方到场来了解，知影讲是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无乖，才互阿哥绑伫咧电火条顶悬。也警方嘛表示讲，这家属是袂使安尼不当管教，专案依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甲妨害自由来甲伊上班。社会处嘛已经介入来处理。查某囡仔徛伫路边，穿空色衫的人加微调的连续洗几条链，真侪骑机车的人经过拢越头关心，因为这个查某囡仔身躯互人电锁啊，绑伫电火条啊。我常常有的没有骂他的话，大小声的。看到姑姑说你喜欢在那边，就把你绑起来。看到爸爸在外地工作。代志是伫新竹市东区西大路，互人绑起来的是19岁高中生，平常时伊甲阿嬷阿哥做伙住。警方初步调查，动手甲绑的是阿哥，车是暗时8点外，气伊唔听管教，都甲绑伫电火条啊。不过这种行为已经触法。依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妨碍自由等罪，已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察到现场之后，已经提醒了案家人，对于管教的部分避免过大。社会处在接获通报之后，已经立刻派社工员前往了解。评估案家的一个状况。伫春节期间，新北市只有爸爸因为囡仔哭袂停，伫车路甲囡仔赶落车，一届个阿哥甲查某孙仔绑伫电火条啊。虽然电火条袂电人，不过竟然有突发状况，有颠倒风险。戴少明是提醒管教界线的准则甲暴力行为是无共的，袂使揽做伙讲。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我只是为了孩子好，或者说只是想要管教为理由这件事情，那采取过当的手段，其实就会让儿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承受到一些身心的伤害。当管教是以羞辱啊、恐吓啊，或者是身体暴力的方式进行时，其实它就不再是教育了。戴少明以期刊的研究做证明，讲无适当的管教手段无法度让囡仔正常成长，颠倒会增加攻击性加反社会行为。建议家长明确讲出家己的期待，甲囡仔有效沟通，也会当去参加亲子课程来改善管教技巧。记者采访报道。台南有一间室内游泳池，初日暗时所发生天幕的这个轻钢架熊熊落落来，造成一个5岁查某囡仔脚腿去挂着伤，而且这空喙佮深甲强要见骨，赶紧送病院治疗。业者表示讲，有可能是因为这游泳池水汽相当，造成天幕的架生生凹起，已经先暂停营业来进行全面的检查。因啊，市府嘛准备要来进行联合稽查，看环境设备敢有符合规定。正病脚腿受伤的5岁查某囡仔，经过救护人员简单的包扎，倒伫咧软桥顶悬，赶紧要送病院检查治疗。这个意外是发生伫台南一间室内游泳池，5岁查某囡仔初日暗时去上游泳课，大家拢想袂到，哪会来游泳池学游水，结果煞去互天棚落落来轻钢架挂一个折烂。不会去注意上面，因为下去就会游泳了，还没有人会注意那边。经查疑为游泳池天花板轻钢架掉落，致该孩童受伤，现场已由119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协助通知孩童家属，令家属暂未提出刑事告诉。受伤的查某囡仔空喙深佮大蛇，超过10公分，强要见骨。伊的阿母讲，伊接到电话时惊一个心肝头皮扑彩。虽然囡仔空喙填好势了后，人已经出院，不止个家长也质疑游泳池的设施敢有伫维护。业者拄着会室的以外嘛表示，拢有定期咧检查，可能是这阵啊水的加热湿气相当，才会造成轻钢架生生凹起落落来。直接停业，然后做全面的检修，对，然后后续也会继续追踪小朋友的复原状况。跟讨论后续的事宜。刚检查完的水准是这样，然后而且他在昨天在脸书上就写说，今天晚上就要开放营业了，说是都没有什么机关在管理他们可以说不需要经过公部门的检查或稽查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可不可以营业这样。家长讲，伊的查某囝伫遮上课已经1年多，伊敢若希望业者会当甲游泳池的设施安全做好势，莫阁有意外发生。现在游泳池已经暂时停业，市府相关单位要启动联合稽查，确认环境设备拢有符合标准，才会可以恢复营业。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高雄的警方抓到一个组织正完整、规模正大的卖毒集团。这个集团分工阁真有路，因接单送货拢有专人咧负责，外送完接单也阁会当抽头，甚至是有动用这个员工价来卖毒品，成少年囡仔来甲因斗送货，拢总有抓到20多个人，其中6个是未成年，其中3个人阁是哪趁钱哪咧食毒。
站住！站起来！警察一路对卖毒集团的送货员来到交汇地点，随出手压制俩人，居然伫车顶超出大量的毒品。高雄市刑警大队去年办几落件毒品案，发现幕后哪像有集团伫咧操作。警方经过半年的追查，发动八届敲锤，唔那前后拢总掠着20几个人，佮敲着安非他命、K 他命、强势混蛋等等的大量毒品。警方估计，干那这半年卖毒集团的不法所得超过500万。蹲下！蹲下，站好。警察，蹲下！这个卖毒集团分工真有路，无论是接单、派单、送柜、收钱，拢有专人负责。刑警大队表示，无论组织的规模还是人数，拢是因这几年上大件。警方强调，集团用外送员接单超过基本数，会当抽趴数的做法，甚至搁附近员工价来买毒，像少年来送过。伫咧20几个嫌犯内底，有6个是未成年，其中有3个都是哪趁钱哪食毒。线上客服人员，还有包含这个收取这个贩毒赃款，还有这个在组织成员间，在管理人员都有专责人员在负责。算历年来我们在查缉毒品在分工，算是组织最完整以及人员数最庞大的一个贩毒集团。卖毒集团包括姓市的主嫌在内，拢总7名嫌犯，拢已经被法院裁定羁押。警方也提醒家长要加关心囡仔伫咧外面交朋友、甲找工课状况，唔通因为一时的无细致，就去行歹路。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伫咧高雄，这是有一只运送货地民间救护车，要经过路仔口时阵，所有一只乌色的轿车无停让，直接撞落去。好在在人甲车是拢无代志，这货地落尾嘛顺利送去到病院。因为这只乌色的轿车因为无停让救护车，上当时会当罚到3万块，而且驾驶就要吊销驾照、吊扣牌照6个月。救护车当要过路口，就互乌色轿车撞到。高雄一只民间的救护车，测试暗时载输货地啊，经过中华1路甲民生4路的时，因为对向的轿车无让，来发生车祸。民众感觉驾驶唔让的行为是真超过。上面一定是有紧急状况，那不管自己事情多紧急，一定没有比人民重要。不管是你是汽车还是机车，都不可以去撞救护车，怎么可以？他不管上面有没有装的人，那他就是急着要救人嘛。应该礼让。红龙的救护车初5透早来到联合病院执行转移任务时，车头有压着的痕。根据了解，病院因为临床的需求向关怀中心主文不是伤悲的货，委托民间的救护车去领过，不过回程的时却发生意外。加在救护车人员无安怎，货也顺利转去病院入库。城南轻轨救护车警号为立即避让之行为，依道交条例第45条第2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警方会按照道交条例罚轿车的驾驶，不过唔让救护车的事件是常常发生。过去有食酒醉的男性徛伫路口砸救护车，佮有救护车经过路口时，互机车撞到。警方也提醒民众，若拄到咧做勤务的救护车，一定爱让，较免耽误救护，也危害到车顶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有一个查甫人去食到槟榔的倒吊子，算是熊规个人昏去，当场是无喘气、无心跳。好在救护人员赶到位，甲伊送病院抢救回来。也医生嘛表示讲，这倒吊子是比一般的槟榔搁较高引起致死性的这个心率无稳定，而且槟榔嘛有致死喙空癌等等的风险，上好也是莫食。查甫人行无几步，就规个倒落去，互服务处的人拢惊着啊！嘉义一个49岁姓刘的查甫人，顶个月11去民雄乡长服务处拜会进前，疑似去食到红叫做是倒吊子的变异槟榔，造成伊伫服务处倒落去昏迷，当场无喘气、无心跳，救护人员到场较紧急救。口鼻都是大量的分泌物，那看他的脸色也有点发干，就觉得这个状况不对劲，也是先检查他的生命真相。那发现他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状况，当下都是直接。不管其他的，就先做一些急救的处置。细路的查某人经过抢救，恢复心跳和喘气，送病院治疗了，这条命才捡回来。伊初时去救护队洗刀车的时阵，嘛是搁惊，讲以后唔敢食槟榔啊。完全没有症状或是干嘛，就直接起身要离开。无意识的晕倒了。业者对地下内面甲槟榔摕出来，倒吊只是讲头伫个骹尾伫顶悬，电到向生长的变异槟榔，虽然工人的成板条，但是有当下嘛是会漏高，那含一般的槟榔抗做伙根本就分袂出来。
外观无法度去分辨，爱使用爱食落去，才有法度去知影。啊，无你家想啊，伊若有看会出来，伊倒吊剂迄就袂包落去啊，伊哪会去食着？高吊子里面原则上是有一些高剂量的生物质啊，那个就会造成心脏的严重的心律不整。医生表示，讲若去食着倒吊剂，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心脏乱跳，造成休克。若是倒吊剂有危害，一般槟榔的槟榔枝含石灰这成分，嘛会刺激喙的黏膜，长期落来有可能病变变作喙腔癌。提醒民众为着健康，也是莫食较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总地嘅外海测试嘅时阵，发现一只死亡嘅大型海鸥，这遗体是有15公尺遐尔长，就地来解剖，要来厘清伊嘅物证甲死因。因为关护甲鲸豚协会也提醒民众是唔通去遐来围观，较免去影响到作业。30位工作人员手举刀啊，徛伫无共的所在，忍受臭臭味，解剖这只死亡的海鸥。初步的工作进度是要甲骨肉分离到一个程度，这个大片的肉体后续要安怎处理，外界是真关心。肉的部分，因为它没有其他的价值，那就由当地的业者协助我们做海刨，所以后面蓝色桶子都是装肥肉的。对，那骨骼的部分就是一样会打包再送过去。那今天应该可以完成。这只15.4公尺长的大型海鸥是伫测试透早方发现掉伫中德外海的잔仔内底，因为已经无生命现象，检破早就死真侪工，目前要靠解剖来厘清死亡原因，也做 DNA 鉴定来确认物种。主要是因为它个体其实蛮烂的，所以已经打开来，大部分的组织啊都糊掉了。所以因为现在也都还在慢慢的一个一个看，对，所以还没有发现其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这款的大型海鸥伫台湾真罕见，所以后续国家会送到台中科普馆做研究。关府农业处甲中华鲸豚协会也提醒民众，这段处理期间，请民众莫到现场看，较免影响到作业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来日本看榜来看教育部颁发今年的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包含3位台湾文学甲文化甲语言的这个学者是摕到个人奖，一个网青水电爸爸是摕到团体奖。教育部真感谢各界对本土语言保存的重视，未来卖个透过合作来传承咱的文化。119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这届有3位台语学者得到个人奖。林木贤老师长期关心布袋戏、歌戏和庙宇文化，伊讲正做一位台湾人，若唔捌台湾文化，嘛无法度使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北部庄呢，伊的这个语言消失，北部的文化就消失。好，所以我坚持用这个台语呢来介绍台湾民俗、台湾文化、台湾的各种的传统戏剧。安那陈立军教授长期投入台语教育资源的书写，针对国小学生编写台语教材，伊感觉比起台文字、台语拼音对囡仔来讲较好理解，大大增加囡仔学习台语的能力。阮就发现，就是讲，实际上伊若用全语教育的时阵啊，吼，对这个囡仔的进步真紧，而且伊的英文的这phonological awareness。买比对照组加足好诶。江尚林老师对1983年开始成立参与乐府乐团，40几年来，伊甲台语音乐带起了国际舞台。伊讲台语是一个丰富的语言，有这些背调本身就真有音乐性。1970年代的时阵，台语歌因为过去为这个戒严的问题，甲推展这个华语政策的问题，都一直行下坡去。所以我感觉讲，做一个历史文书。敢唔免为社会尽一寡义务咧？台语团体奖的部分由网青水电爸爸得奖。水电爸爸做30几档的水电师傅，伊讲伫咧新冠疫情期间，真侪师傅唔敢接案，惊人客找无师傅，所以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简单来做维修。因为业主委托我啦，去帮因整修一寡水电的物件。因是一个聋哑身障的人士。教育部伫2008年开始表扬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教育部长陈英耀也伫咧现场分享，这届拢总有几百件参与件数，显示各界对本土语言保存的重视。未来教育部也会透过合作来传承母语的文化。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这个拜六礼拜特别考台语检定啊，伫咧新北市的三重商港，即届有差不多200位学生报名考试，嘛是引起各教师的关注。这学校的台语老师就表示讲，其实若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干那用课本落去教，是无一定会当引起学生学习台语的热情，所以就爱来变巧。增加互动，嘛，就要运用分数奖励，让学生更较有学习的动力。来，请问棒球的台语爱安怎念？野球真好。来，嘉老师到底来读一遍咯吼，野球。经典赛当得拍，老师用运动激励来教台语。其实李专任老师本身有在经营 YouTube， 嘛伫三中上港教台语，一礼拜要带10多班的学生去考台语检定，趁也有时间互学生加练习。伊嘛表示，若拢照课本教，学生无一定有学台语的热情，就要变巧增加互动。因为我本身就介意表演，所以我会甲表演甲台语斗做伙。参像伫咧中学期的时阵，我就互学生囡仔家己去自编剧本。而且看8点档，甲8点档的内容甲伊搬出来。上特殊的就是互因用全台语的方式来辩论，对，增加一寡趣味性。咱学生普遍是认为学罗马字，因为除了课本，都无机会接触，伫咧学是上学的。嘛分享家己拢透过虾米方式来接触台语。我拢听龙榴莲。龙珠回头，大家拢嘛爱出门看电影，所以我感觉会使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故事。即摆人拢定会看电影片，所以我感觉用电影片来学台语，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老师运用学生有兴趣的物件伫台语课实践，校方除了肯定老师带班的方式，嘛指出对因工商学科的学生来讲，考台语真正未来正头路嘛有真侪好处。有经验的师傅，伊其实嘛是讲台语啦。即马国家推动这考这台语证照是最好的，对咱未来少年的还是讲学生最大的帮助呢。老师用加分鼓励学生考台语认证，这回敢若三中上港都有上百的学生报名。老师表示，虽然高中职有升学压力，不过只要用到方法，就通让学生在学习当中嘛通体会到趣味，也愿意进一步考认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这棒球经典赛，咱台湾队的头一场是输予澳洲。总教练张和久表示讲，伊会担起输球的责任，也希望这选手会当赶紧调整过来，因为下晡5点半，咱阁要来对战日本。希望大家会当同齐为台湾的选手来応援。2比3予澳洲队完封将一选手经过混合采访区面色沉重，5局的接替齐鲁斯，予人得2分的单笔由蒂博亚投勒勒真失志，构成真活泼的林维恩马米娜变变。虽然我们打击这一方面没有太多的串联，然后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分数，然后但是我们投手群都压制的都很好，就只差一个临门一脚而已。首战打击正冷，全场3支安打，打击无连续得分，投手表现其实袂歹。先发4局无失分的齐若曦，用变化球压制澳洲。踢到远垒炸弹成功的张毅，虽然下半局予人得1分，依然无算胜哦。初登板也是一个蛮累的区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经验，然后我也很享受那个当下的球感觉。在禽兽的时候就讲，他们其实打直球居多了。其实我丢直球，我觉得就是跟他硬拼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又再加上又有投球限制，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用比较精简的球数去丢这场比赛。团队集中去互相鼓励，然后我们好迎接明天的比赛这样。我觉得就是反正这场已经过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调整好心情，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这场比赛正来的是队长单吉贤扣球牵到倒手，痛哭退场。你现在手还好吗？要去医院。要去医院。随队医生讲，吉贤的倒手肌在骨闭气，先用照顾固定，但是病院检查了后是安怎出国进程，也无进一步说明。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上澳洲，遭澳洲队完封0比3落败。中华队呢出师不利，晋级之路将更显艰难。总教练曾豪居在赛后记者会表示，责任由他来担，而他也希望球员们赶快来调整自己，忘掉失败，迎接下一场对日本的比赛。以上是公视新闻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
北部地区17度至19度。中部地区17度至24度，南部地区18度至29度，东部地区18度至26度，还有外岛地区13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